员宣誓辱華，人大第5次釋法。當時您聽到的時候，您的反應是什麼？我聽到呢兩人咁樣講中國人，我係好唔開心，極之唔開心。23條立法時機何時成熟？我覺得任何時候都係好時候，因為其實理想嚟講咧，應該回歸嘅時候已經有。一次北京之行影響一生，在你人生的選擇中，誰影響你最大？我有機會見到一個老婆婆，佢80幾歲。香港基本法實施20週年特別策劃問答譚慧珠。香港人簡稱的人大釋法，指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特區基本法。這是根據基本法的第158條，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而香港回歸20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經先後5次對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有媒體評論，人大常委會的每一次釋法都是在香港基本法受到挑戰的時候提出，同時也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廣泛討論。而譚慧珠在採訪中告訴我說，當時在起草基本法的時候便知道這會引起很大的震動。因為我哋一個普通法嘅法系，而香港有終審權呢，好多法律界嘅人士呢都唔會接受終審庭嘅權威呢，仲有另一個喺佢上邊嘅機構或者權力呢係可以改變。我哋寫基本法嘅時候已經知道咁嘅矛盾。中國呢係大陸法法統，就係立法解釋權，法律嘅最終解釋權呢喺人大常委會。因此呢，我哋係對住一個110火同220火兩個電力喺香港相撞。咁我哋揾個火牛，因為如果唔係一定會爆炸。咁我哋揾火牛，我哋就去外國睇佢哋點樣。譬如加拿大魁北克，佢就有法國嘅法律嘅傳統喺度啦，咁就係立法解釋權啦。咁但係呢，我哋覺得個代表性唔夠。咁結果呢，我哋喺歐盟嗰度呢係揾到點樣將大陸法嘅立法解釋權同埋普通法嘅司法解釋權呢係可以磨合。因為佢裏邊呢有英國係普通法嘅鼻祖，意大利羅馬法嘅鼻祖，有大陸法嘅鼻祖，佢哋大家都簽咗呢就係羅馬條約。咁喺歐盟，如果因為羅馬條約打官司嘅話呢，你喺英國終局判決之前呢，你就去盧森堡歐盟嘅法庭攞個解釋，就跟個解釋嚟判，然之後其他國家冚唪唥都一樣。咁喺意大利，如果又係要羅馬條約要審，又係咁樣啦。咁我哋咧係用咗嗰個模式，所以就寫158條嘅時候咧，就第一款咧就因為係憲法俾常委會嘅權，第一款就話本法嘅解釋權咧係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咁第二款咧就話香港嘅法院咧都可以喺審判嘅時候解釋基本法，但係如果有中央與地方關係嘅條文或者中央管理嘅事務嘅條文咧，你咧就喺作出終局判決之前咧，應該咧就先問常委會咧係攞一個解釋。我哋係完全用咗歐盟，我可以講係話，即係我哋認為係法治體制成熟民主體制成熟嘅國家，點樣處理呢個法律衝突嘅方法嚟到寫第158條。但係當時香港，我相信法律界裏邊嘅人咧，冇乜人知道呢件事，所以佢哋頭一樣已經有人企出嚟反映話：你咁樣釋法，你係將香港嘅終審庭搬咗去北京。亦都有幾百位應該法律界人士咧，係着咗黑衫咧喺中區嗰度遊行。我哋好痛心，痛心點解呢？即係引起咁大嘅撕裂，而喺呢個過程裏邊，一個辯論嘅過程裏邊咧，係冇冷靜咁樣睇點解158條係咁樣寫法。只係咧係一個好直接嘅，差唔多係反應式嘅抗拒。2016年10月，香港本土激進派立法會議員游蕙禎和梁頌恆在立法會宣誓的時候公然辱華、宣讀以及爆粗口，引起了全港的公憤。
同年11月，谭惠珠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动提出，会就基本法104条有关议员宣誓的条文释法纳入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当时张德江委员长提到了要释法，当时是怎么有跟你们基本法委员会在谈这个事情吗？当时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您的反应是什么？呢一次嘅第5次釋法咧，係完全係委員長會議嘅決定。以往咧，我哋去咧多數就即係話俾佢哋聽啊，需唔需要釋法啦？如果釋法點釋法？呢一次上到去咧就話我哋需要釋法啦，點釋法？個情況好唔同。我覺得即係都問咗你哋意見。咁通常咧，我哋都有一啲預備嘅會議啊，然之後真正提出嚟就討論文件嘅。咁呢一次去咧係冇預備會議嘅，一去咧就已經有份文件喺度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就可見即係釋法嘅決心係好大嘅。我嘅了解咧就係內地嘅人民咧，內地嘅同胞咧對呢件事係好反感。海外嘅華人咧對呢兩位人士嘅行為咧亦都好反感。咁當然常委會裏邊咧都會有一啲感受啦嚇，咁所以咧就呢一次咧係其實係委員長會議咧係要求釋法。咁嗰一個釋法咧，由於係法庭未審嗰件案，因此咧我知道香港有人反感嘅，我一啲法律界嘅朋友打電話俾我，佢話你冇上北京贊成釋法啦，佢話你要等個法庭審，佢認為即係到時有啲咩唔妥你先至釋法啊！如果唔係你覺得咧常委會係代替一個法庭啊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常委會釋法咧嗰個權咧係 limitless， 佢認為幾時適當咧就幾時釋法。你所講嘅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同埋香港社會情緒嘅問題，咁你不如睇下釋法個內容係咩先啦咁我內容出嚟咧就發覺除咗影響呢一啲要擔任公職而唔係嚴肅同埋忠誠咁樣宣誓嘅人咧，對香港任何人都冇影響。咁結果咧，我覺得效果唔錯喎。結果我覺得香港社會即係對第5次嘅釋法咧個接受程度係唔低嘅。剛才提到第5次的釋法是源於2位後任的議員在宣誓的時候有了辱華和港獨類似的字眼。當時您聽到的時候，您的反應是什麼？我屋企咧，我係戰後出世嘅，我1945年出世嘅。但我聽我二家姐同我大哥講咧，打仗嘅時候咧，我哋屋企當時有5個兄弟姊妹咧，就爸爸就先翻去內地就揾個住腳嘅地方。跟住媽媽帶住5個細路仔咧就坐火車，咁佢又入咗個車廂，咁然之後同鄉有個英叔咧就抱住啲細路仔個窗口嗰度咧就擺入去個車裏邊。咁翻到去鄉下咧就種田，翻到鄉下種田咧，我二家姐咧就聽到我爸爸咧喺度喊，即係同媽媽講，哇，即係打緊仗嚇，即係日本人係做緊乜嘢，大家好清楚。佢話唔知道咧，我哋屋企啲人咧可唔可以即係挺得到和平嘅時候。咁即係呢啲故事對我嚟講咧係好深刻嘅印象。即係我覺得你冇國家咧，你屋企保唔住嘅，所以國家係緊要。我聽到呢兩個人咁樣講中國人，我係好唔開心，極之唔開心。我又知道咧，我每一次行出去西皇城根嗰個人大會議廳門口同啲記者吹風嘅時候咧，我都可以令到好多香港人憎我，因為即係呢個釋法咧係法庭仲喺度審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責無旁貸嘅，所以呢個係有關個民族嘅事，係有關個公職人員係咪忠誠嘅事，責無旁貸，咬實牙根，一路開會開落去，照樣出嚟吹風。您覺得什麼時機是223條再度啟動立法的好時機？我覺得任何時候都係好時候，因為其實理想嚟講呢，應該回歸嘅時候已經有。2017年3月5日，中國政府的工作報告當中首次出現了有關港獨的議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報告中強調，港獨是沒有出路的。
5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座谈会上也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要切实履行基本法关于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性责任，坚决遏制任何危害国家统一的行为和活动，真正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责任，维护特别行政区的长治久安。而张德江委员长的这一段讲话也被认为是意在催促香港尽快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我们也知道，在第23条的基本法写入的时候是很后面的，大概1984年才第一稿出来。为什么？当时是不是对于这一条已经有比较多的議論？當時咧就係國家安全嘅問題一定要處理，因為喺英國人統治嘅時候咧，喺普通法裏邊有個罪咧叫做叛國，即係基本上咧佢就話，如果你對英女王本身、佢嘅後裔、佢個國會或者佢嘅土地係侵犯嘅話咧，都係叛國。咁香港回歸之後咧就好明啊，呢一個普通法嘅刑事法咧係即係唔可以切合香港嘅情況啦。咁就要另外有一啲法律嚟到補充啦嘛。兩個方法，一個方法咧就立一個全國性法律，咁然之後喺附件3，咁然之後咧就放入香港啦，喺香港宣布實施啦。咁就考慮到當時嘅刑法裏邊咧，仲有啲反革命罪啊等等，係嘛？咁就放棄咗用內地嘅法律，或者咧係另外立一條法律咧，經附件3入嚟香港嚟到實施啦。咁於是咧一個更好辦法，由香港自行立法啦。呢一個其實係一個義務嚇，佢唔係一個權利嚟。有咩好處咧？第一，整個過程喺香港諮詢；第二，有立法會通過，由香港人起草；第三，審嘅時候咧係喺香港法庭審，用普通法嘅概念同埋原則審；第四，對當事人一切嘅保護，譬如佢可以保持緘默啊，佢有陪審員啊，佢自己揀律師啊，佢有法律援助啊。你要證明到無合理疑問啊，呢啲所有對佢有利嘅條件咧，都仍然咧係可以保護佢。咁啊，最後咧佢服刑咧，你喺香港服刑，全世界係冇一個地方咧係將保護國家安全嘅條例咧係俾一個地方政府立法同埋執行。咁你可想見到，即係其實中央對香港咧係非常之照顧。您覺得什麼時機是23條再度啟動立法的好時機？我覺得任何時候都係好時候，因為其實理想嚟講咧，應該回歸嘅時候已經有。但是第一次啟動23條的時候，還使得保安局的烈樓淑瑜下了台。第一次嘅原因咧，就本來有一啲預備係支持嘅，後來改變主意啦嘛，所以過唔到啦。咁如果係預備支持嘅，繼續係投票支持啦，咁就過到啦。所以也就是說，當時的這個共識還是不夠完全的。那要什麼樣的條件之下，你覺得23條不是啟動立法而已，要立法能夠通過？我覺得咧就係俾足夠嘅時候去討論同埋解釋，因為當時似乎咧係要求係出一個白紙草案，呢個藍紙草案咧，但係冇進行嘅。如果諮詢係夠詳細嘅話，即係對大家嚟講咧，即係嗰個implication， 即係通過咗之後會有啲咩後果啊？佢將會點樣實行啊？解釋到佢原來喺普通法裏邊所有嘅保障都有啊。一個比較冷靜啲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通過都係有機會。2017年5月14日和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香港特首梁振英率領30人的代表團參加，並且在會上做了發言。而梁振英也表示，能夠獲得發言是破格安排，反映了中央重視香港在一帶一路上作為重要的節點。因為您是大律師，所以一帶一路在法律服務方面還是有很多的發揮空間的。您也曾經提議在香港建立一個國際法學研究院。我諗嘅係香港所長，國家所需。香港嘅強項呢，就係喺金融服務業。咁一帶一路帶嚟嘅機會呢，真係無可限量。但係只係有準備嘅人呢，先至可以呢，就
參與到同埋咧係得益到。咁多嘅基建投資咧，你諗下，即係由做 due diligence 即係盡職調查，一路到大家寫合約，一路到融資，一路到集資，一路到項目管理，一路到建築，一路到起完之後嘅管理咧，好多法律問題。咁因此咧，如果香港係要發揮作用咧，我認為咧，香港係應該有個國際法學院。我哋自己香港嘅律師樓咧，比較大嗰啲咧都係跨國嘅。咁有好多即係香港嘅律師咧，係喺呢個律師樓裏邊遇到嘅問題咧，佢可以問美國嗰邊啊，問英國嗰邊啊，咁樣就幫啲當事人咧係解決問題。第二點咧，我認為一個大嘅國家咧，係應該咧係自己喺法律方面咧有強項嘅。譬如英國佢強大，變咗個日不落國，咁佢嘅法律咧係非常強。羅馬佢當時喺歐洲咧係咁強，佢有羅馬法。咁中國咧係崛起啦，自己點可以唔喺自己嘅法律人才隊伍裏邊咧係有一班強嘅兵咧？咁香港嘅好處咧就喺呢度。大家都知道，即係一個國際城市，同埋好多經濟嘅活動。亦都好多人相信香港。點解呢？因為香港嘅法治咧喺全世界咧而家係排第11位，司法獨立咧係全世界排第4位，即係亞洲咧就排第1嘅。呢度嗰個生活方式咧係好適合即係外國啲教授啊、專家嚟呢度即係做嘢。又第時咧，譬如一帶一路有人喺嚟呢度想學中國嘅法律，咁亦都係一個好嘅地方。當然即係去北大、去清華可能更好啦。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個國際性嘅環境薰陶咧，咁香港係好有理想。你提議在香港建立一個國際法學研究院，也提到了它不應該隸屬於任何大學，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提議？第一咧就係佢裏邊需要教授嘅人才咧，係我自己覺得應該有我哋自己外交部對於 WTO 等等有經驗嘅人咧嚟幫下手教書，即係個管理梗係香港人管理啦。亦都有好多外國嘅專家嚟教先至啱嘅。咁因此咧，我哋睇嘅層次咧就唔係淨係香港本地嘅法律嘅問題，而係要有一個國際嘅視野。同埋咧，你喺個國際層面裏邊咧，有個國家經過呢30年發展裏邊交咗咁多學費，學咗啲乜嘢咧，係要擺翻落喺香港嘅。咁因此咧，我就覺得佢不如咧係一個獨立啲嘅機構係好。那國際法學研究院這個名字，就學校的名字定下來了沒有？我記得佢應該係亞洲國際法研究院 AAIL Asi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會正式的落地或成立？我睇可能6月底會有一啲嘅公佈。在你人生的選擇中，誰影響你最大？我有機會見到一個老婆婆，佢80幾歲。出生於香港的譚慧珠，自幼受到探長父親的影響，覺得律師可以伸張正義。在12歲的時候，便已經選擇了自己一生的職業，而且以後一直沒有改變過。自1972年成為職業大律師之後，譚慧珠積極地參與司法事務40多年。回歸前，她奔走在港英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1982年，她參與了中英聯合聲明的起草探討，3年之後又全程參與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香港回歸之後，譚慧珠又回歸了自己的老本行，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捍衛基本法是她這20年來唯一的工作。我記得你1990年還去了中國大陸，去中國學了法律，為什麼？因為我喺寫基本法嘅過程裏邊，發覺我自己唔識中國憲法，咁樣對了解基本法咧係唔得深入嘅。咁啱啱我又好好彩咧，因為政治體制嘅召集人係蕭慧雲教授，佢咧
喺中國修憲嘅過程裏邊咧，係參與咗好幾次。佢對中國憲法咧已經係首屈一指嘅權威。於是我就請阿蕭慧雲教授咧，就收我做學生啦。咁於是咧，我就去咗北大1年，住嘅地方咧叫做卓園。咁住喺卓園咧，就出邊有個好靚嘅荷塘啊。咁但係咧嗰個建築物本身咧就非常殘舊，即係我坐嘅梳化咧就係3隻腳有，第4隻腳唔係腳嚟嘅，晾住嘅。咁個地氈係捲起嘅，咁然之後咧嗰個冷氣咧就噴火嘅。咁啊，蕭慧雲教授咧幫我解暑，佢老人家捧住個西瓜嚟同我上堂。咁嗰1年咧，我係好即係我真係好彩嘅，好彩有個咁高明嘅師傅。亦都喺嗰年咧，我就睇到即係裏邊嘅生活環境係點啦。人情係點啦？我記得我去食晏嘅時候，1蚊咧可以有10隻餃子食嘅喎，咁啊好好嘅啦，係嘛？咁雖然喺嗰段時候以前嚇，即係我又去過唐寧街，又食過國宴等等等等，但我覺得坐喺卓園嗰個學生餐廳嗰度食餃子都幾得意嘅喎，即係我好開心嗰年。即係一個轉變，自己有個認識啊，原來基本法係咁樣運作嘅。您提到了有些家人到了加拿大，我屋企啲人係1973-74年，73-74年移民嘅，唔同聯合聲明完全冇關係。我好早就出門啦，好早移民，完全冇關係。不過咧就嗰段時候咧就發生一件事，你知道1983年嘅時候咧就因為係本來咧就中英雙方嘅討論咧，好多時出嚟個公告咧就話有益又有建設性。咁因為主權換治權嗰度講唔掂咧，就於是雙方就僵持。咁於是咧個港紙咧就跌啦，係。到咗83年9月嘅時候咧，有一日個 Black Friday 咧就係跌到唔知9個6毫8，因為9個8毫6換啊1蚊美金。新加坡嗰陣時咧喺香港做咗一個招攬人才嘅展覽，喺會展一打開道門，香港人一衝入去，連嗰啲展板都拱冧晒。咁我自己咧就有個同學喺一個美國銀行度做嘢，咁佢又嚟啊，佢話譚美珠。而家呢個銀行咧俾我去美國去加州，咁我應該去定唔應該去咧？佢又俾埋綠卡我，咁我話你去啦。而家大風大雨，幫我打住把遮等你翻嚟咁。咁佢話你即係點解冇咁大信心啊？有啲咩秘密消息啊咁啦？咁我話冇啊。我話如果中國想香港投降咧，佢關咗東江水就完啦。佢唔會啦，即係花2年同我哋逐個字寫聯合聲明啊。咁佢真係翻咗嚟，嗰啲仔女啊，有個仔喺內地做嘢。但是也有人提到說，在90年之前，或者是在你在英國的這個體系進入中英聯合聲明，或者是在基本法的這個體系裡面，都還是比較偏英國的。後來到了90年之後，就開始轉向了中國大陸、中國內地了，是不是有這樣的轉變？我諗寫聯合聲明嘅時候咧，就最緊要就係香港現有制度啊嘛。因為我喺英國咁多年，我都翻嚟香港，我冇留喺英國啊。中國我又未了解啊，所以你問我嘅話咧，我就只可以同你講咧，就係嗰一段時候咧，我係幫香港點樣保持香港呢個即係咁好嘅地方。後來自己心理上最大的轉變呢，在什麼時候？我諗寫咗聯合聲明之後，可以寫基本法啦。咁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中國係對香港係好包含嘅，包容嘅。同埋咧，後來就係籌委會嘅時候多咗個中國國籍法變通解釋啦，係嘛？咁啊令到香港人可以攞住個外國護照都當你係一個旅遊證件啦，即係咁闊嘅胸襟。咁我覺得咧就應該香港咧係發揮有一個作用咧，就係因為內地係社會主義，世界其他好多地方咧係資本主義，香港會有一個非常好嘅中間人。利用好香港嘅話咧，對香港又好，對中國又好。咁而家即係我即係好開心睇到我當時嘅選擇冇錯啦。
1992年的3月，谭惠珠与查纪明、刘定中等人一道到北京接受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的任命。也正是这次的北京之行，让谭惠珠见到了那一位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在你人生的選擇中，誰影響你最大？我有機會見到一個老婆婆，佢80幾歲。我見佢嘅時候呢，佢住喺協和醫院。我哋草擬委員裏邊有位查濟文先生，佢帶我去見鄧穎超女士。咁喺協和醫院呢，就因為佢身體唔係太好，我哋只係留咗大概20分鐘。咁我啲普通話又唔掂，又係後輩唔敢講嘢，咁啊有我咁啊出翻嚟。當時問使唔使影相啊？我話唔好影相啦，唔好影相啦咁。跟住咧，趙偉大姐咧就帶我去西花廳睇周總理同埋佢夫人住工作嘅地方。咁樣咧，我後來亦去天津咧去佢哋嘅紀念館嗰度咧係睇過。應該係92年嘅時候咧，係92年啊！我有去八寶山嗰度咧，八寶山嗰度咧係同佢告別。點解佢影響我大咧？因為我睇過有關佢夫婦嘅經歷，又真係睇過嗰啲衫穿咗嚇，個領穿咗反轉頭，用另外嗰邊又再着過。咁佢同我講，佢話你翻去咧多啲為香港嘅婦女同埋兒童做嘢啦。咁佢對我最大嘅影響係乜咧？就係如果你係即係對國家民族係好嘅，有貢獻咧，着咩衫唔緊要，食乜嘢唔緊要，住邊度唔緊要，佢最緊要係做啲有意義嘅嘢。咁我亦都睇到佢哋係身體力行，真係幾十年嚟我頭一次講嚇。如果唔係趙偉大姐寫咗篇文章咧，可能即係唔會有任何人知道呢回事，因為查伯已經唔喺度。香港回歸20年，未來的香港，您心中最大的願望？經濟會係好啦，一帶一路會係好啦。俾我哋好多機會發展啦，政治仍然會折騰啦。但係我覺得香港人咧應該記住一樣嘢，就唔好以為真係食老本，香港未來就真係更好。同埋另一方面咧，就唔好做本土，本土咧就係死路一條。你一定要明白而家大灣區發生咩事，你一定要明白點樣融入中國，你要想像自己喺一個1小時嘅生活圈裏邊咧，喺內地都要發展。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有大問題。我哋一定要有個危機意識咧，就係我哋經濟要轉型。而經濟轉型嘅方法咧，並唔係話食老本，亦都並唔係話同中國疏離，而係要明白世界喺度變。你唔入中國呢個平台嘅話咧，你可以發揮嘅機會咧係好窄。我希望我哋嘅年輕人明白呢一點。唔該晒朱姐。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居然之家》设计家